第一法則，上帝係非賣品，亦唔可以收買。第二法則，上帝也唔會受賄，他亦唔收黑錢。你會問，若果我行善積德，助人，亦做足奉獻，那我會得永生嗎？上帝係睇你嘅出發點㗎。若果你做好心係為咗炫耀你自己或揚名，咁樣係得不償失啦。記得第二法則嗎？你係唔可以用財富去呃上帝㗎。有冇錢係唔重要，最緊要係有冇心。若果你嘅出發點係為咗自己，咁你就不獲永生。